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4月初6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今日新闻头起先来看台中大甲镇南宫妈祖的銮轿，昨伫咧彰化市绕境，伫咧警力的保护之下，这大甲妈銮轿半暝点外已经通过上高抢救起冲突的民生地下道，这回是真顺利，无出意外。 伫这个大桥头上，咱看到是这个警察的部队吼，摕这盾牌吼，这是防止吼这个伫遮里发生这抢救。 大甲妈銮轿伫今透早1点左右，由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呼救，无到2分钟，并可通过抢救冲突有名的彰化市民生地下道。警方动用340个警力，全面警方的方式，40个前线警力尽心呼救。今年比去年提早半点钟通过，通过时阵2名信众响起闹一个破声。到目前为止，接近难散的冲突。颜清标表示，妈祖出门是好代志，大家爱约束家己。 今年拄好拄到清明连假，庙方户口参加绕境人数比去年加2成，起价迄一暗估算有差不多60万人。走在妈祖的前面应该会比较轻松，因为妈祖那么停那么紧啊，所以你若唔捌行过吼，会感觉较忝。今年参加人数比以前更加侪，昨进入彰化时阵已经延前6点外钟，顺利通过民生地下道了后，伫南庙宫底站自驾了后，过路南向园林行。记者综合报道。 清明连假今日已经是上尾天啊，有不少民众是准备收假就北。高公告预告，今日国道规天的交通量是128万车公里，是规天的，是平常时的1.3倍。也若是这天气的方面，气象署是提醒，这未来1礼拜拢会落雨。 受到华南云系向东平线影响，北部甲东北部地区出现局部降雨，中部地区也有一寡降雨。未来2-3天拢是这款的天气，较大的天气变化会伫后礼拜初9，又搁一波锋面通过，4到全台湾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公雨。9号。 周3的晚上开始到周4，降雨是比较明显的。中部以北地区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出现，雨势也可能会比较大一些。气象署提醒讲，未来1礼拜台湾天气不稳定，各地落雨几率真悬，民众出外时爱记炸雨具。因为高公局也表示，因应清明节连假，中昼12点到暗时9点。 从国道1号虎尾保盐系统甲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提醒民众出门进前上好先查上新的路况，或者是改行代替道路。也建议民众加利用公共运输，并且注意交通管制资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台北捷运府中站昨暝竟然是有人爬过月台去互车弄到，送病院抢救忧患死亡。这件事件嘛去影响到捷运误会，所以讲捷运公司是安排公车到接送，嘛互这旅客会当对安全通道离开。也若是代替迄边是有乘客赶袂到火车，竟然是牵伫咧车厢甲车厢之间的连接器，对南港东甲七道无力摔落轨道，加在人是无啥受伤。 不过，这款危险的行为，上当时爱吃7500的罚单。我们现在开始在进行轨道疏散了，人生第一次遇到这种事，说不慌张是骗人的，但是好像也只能这样子了。旅客这么无奈，是因为伫初5暗时6点外，台北捷运板南线府中站传出落地轨道的代志。这70多岁查某人爬月台门，冲入去轨道，互进站列车弄到身体卡伫列车下边。 最高请注意，由于府中站和月台有发生异常状况，列车临时停车，造成不便，请见谅。这查某人送医了后，因为当伤救无转来，详细原因爱搁调查。板南线因为这事故有长班机，搁启动公车转接，列车顶管乘客因为车厢内底乘过客部分出现头晕的状况，了后也被安排向安全走道疏散。 把电全部都停下来，当然会有风换气系统，可是车厢真的所以大家其实就头蛮晕的。代志发生了板南线列车差不多延前2点钟，数千人受影响，因为列车底部受损，发展后续会讨论是不是求偿。另外，初5暗时8点外，代替有民众出现伫铁轨路，和铁路警察拖去月台。台铁48车次第3、第4车厢外连接器，有一民众站立攀附。 临时停靠七堵站。经了解，该民众于该列车停靠南港站时下车购物，因来不及上车情急之下，攀附于列车3至4车厢外的连接器，后因体力不支跌坐在轨道上，无明显外伤。
列车是伫经过设置的时阵，予站务人员发现紧急通报情况中心临时停伫7度火车站，这10个人被紧急救起来，带回派出所做笔录。依照铁路法规定，列车咧驶的时阵，被跳车或者是爬伫车厢，拢上悬刑罚7500。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西门町昨透早有一个姓辛的留学生，说是去互一个食酒醉姓周的查甫人举刀啊，杀着伤。这着伤的嫌犯讲，伊是救死这个留学生甲醒，伊才会动手。这警方已经甲移送法办。讲是画面当中，姓周的男生对后斗提出叉刀，看起来是要做歹。透早6点外，伊甲朋友伫西门町啉完酒了后，伫昆明街开讲，却认为经过姓辛的韩国留学生甲伊银，竟然举刀冲过去，甲留学生的脚趾片扑着伤。男子返回车上时开3刀，攻击该外籍男子，造成外籍男子右背部受伤，无生命危险。警方立即调阅监视器，然后掌握犯嫌。警车接到报案到场，甲留学生送去中乡病院救护，急救了后无性命危险。姓周嫌犯甲人扑了后，佮食酒洗车逃走，伫中山区互警方早就来逮捕，食杀人未遂、公共危险罪官司。该铐要铐决了。留学生甲规个过程，佮有脚趾片受伤的情形铺上网，讲无法度相信伫西门町会发生黑白扑人的案件，佮表示台湾的治安真好。我们的游客也是要保障他们的安全啊，加强那个警方的那个巡逻之类的。常常都有酒客就是喝醉酒闹事这样子啊，警方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效率也是蛮快的。对于外籍学生互人扑的代志，民众认为讲代志发生甲真突然，因若受伤的留学生因为被休困，无爱互媒体访问。因为伊是来台湾学华语的附大华语文中心的学生，附大是表示案发了后已经有师傅甲老师去甲伊看，后续若有需要会甲伊协助。国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的报纸阁有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来看《中国时报》。新竹县的检警甲海巡人员千里迢迢去东沙群岛掠走私的渔船，是查到1.6吨的K他命，甲22.5公斤的安非他命，这期待是超过20亿，是国内有史以来上界大战的K他命走私案件。涉案的船长甲2个1年级的渔工疑押禁见。接落来看《自由时报》。美国总统 Trump 这时宣布，佮延长中国字节跳动 TikTok 一个美国营运期限75天，互因会当继续进行脱离母公司的交易案。不过，即阵这交易案嘛，因为 Trump 要加收关税，中国要求谈判只好冻点。上尾来看《联合报》，美国要甲咱台湾收对顶关税32%，行政院长昨是调集相关部会来开会。虽然是无指示国安基金进场，不过因为这对顶关税已经造成全世界股市拢大落，明仔台股开盘恐惊卖落真济。国安基金是已经随准备会当随时开会应用，嘛将有可能明仔就随开会。这美国的对顶关税政策是影响全世界股市，行政院长杜英泰昨嘛参相关部会开会，讨论咱国内股会市的情形。另外，行政院嘛已经派人去美国加强谈判。也若是总统赖清德昨是参企业界代表会谈，今仔日也阁有第2场，要了解这各产业的情形。美国宣布对台湾扣32%对顶关税，行政院提出280亿的协助方案，要对9大方面，阁有20项措施支持国内产业。行政院长杜英泰后礼拜也会调集调野做伙来参详。立法院民进党团表态讲，期待各党会当放下冲突的意见，共心对外，也对在野发声讲，若准感觉行政部门提出的应用措施无够好，会当提出更较侪建设性的建议。希望朝野各政党，摒弃党派之私，摒弃个人的一些成见，共同来支持产业，一起来度过川普关税政策所导致的一些难关。南北虽然拢表态讲国家面对危机，愿意调野对谈，不过也呼吁执政党爱先停止政治斗争、甲大罢免。民主党团总调黄国昌阁批评讲，行政院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旧的干仔装旧的酒，无准备、无谈判、无对策。呼吁总统赖清德应该调集各时会议，除了邀请调野的政党，也要听产业界的心声。赶快暂停大罢免，赖清德总统应该赶快出面的邀请
在野党一起来共善国事，怎么能度过这个难关？一方面，好好去倾听企业这个声音，这要由纳税人来一起负担。但是，到底我们所谓要向美国严正交涉，到底要向谁交涉？交涉什么？完全看不到任何具体的报告。国民党团是表态讲，会伫会议当中坚持行政院应该撤回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复议案。赶紧提出总预算改动案，也要说明特别预算880亿安怎具体运用，各和美国参详的进度。行政院是证实讲，已经派人去美国参详，会加重谈判的力头。总统府是表示，热情着总统找国家企业界代表伫官邸会谈，初六会邀请传统产业甲中小微型企业代表进行第2场的企业座谈，来听产业各界第一线看法甲需求，希望予因上大的支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风声讲，美国真紧嘛要甲晶片，还有药仔扣税，说讲行政院是已经提出880亿的补贴案，要降低冲击。不过，工商团体是呼吁咱的政府应该甲对美国的关税嘛纠复权，安尼才有谈判空间。美国总统川普进前宣布要对台湾扣32%对顶关税税法，对着这么大的冲击，行政院提出880亿补贴方案，希望降低对农业甲工业产业的影响。不过，工商团体却是认为无拍到痛的所在，认为应该对美国也采取有关关税来回应，才有谈判条件，并且争取甲美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 BTA。要跟美国交涉的不只是关税，而且我们到跟美国的 BTA 投资协定来也应该要积极来洽谈。我们提高关税跟洽谈 BTA， 不能只听他的，最坏就是不销美国嘛。对我们出口就是不平等嘛，我们的竞争力就会降低嘛，而不是在补助啦，或者在说怕这个失业劳工啦，重点在32%如何跟美国再度的谈判，让这32%能够下降。那安尼，川普更加进一步讲，真紧就对晶片甲药品来扣税。对此，药师工会专联会指出，台湾药品75%外口进口，卖到美国药品数量是真少，所以讲直接冲击并无大。较烦恼的是讲，整体关税提悬了后，欧美这主要制药的产业链，可能因为原料介绍这成本提悬，减少生产量，加上台湾健保减药价、利润价，可能会造成这个台湾欠药的情形。药厂的生产降低以后，它的供应链会寻找利润好的国家先卖。台湾因为市场小、利润低，台湾第一个会被剔除。药师工会建议应该就此向民众来宣传使用国产限名药仔，增加国产药仔的使用。也那产业界也指出，政府的投资奖励做甲无够。若是要大商转来台湾投资，就要来加强台湾的条件，也是协助厂商出口到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呼吁政府应该赶紧召开相关产业座谈，才会都找到真正应对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中东，美国总统 Trump 讲，美国若电武力，若要求谈判，是有可能会当互伊朗改变想法，愿意甲美国沟通，用放弃核子武器来交换解除制裁。另外，这 Trump 嘛认为讲，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是上紧后礼拜就去访问美国，来去敲切加沙的问题。以色列恢复对加沙的空袭，死伤人数继续增加。对此，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必须要加快放人质的进度，并且希望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会谈。目前人当伫咧匈牙利访问的纳坦雅胡，也和匈牙利总理奥班见面时，和川普通电话。I spoke to him today, as a matter of fact, and I think he's going to be coming to our country sometime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maybe next week. And we'll speak about Israel, and we'll speak about what's going on. 不过，以色列时报引用美国和以色列的官员的话来讲，纳坦雅胡一直到当地时间初六才会回国，说来就是犹太人真重要的逾越节假期。后礼拜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增加。澳洲的对外新闻网分析指出，伊朗的浓缩铀提炼已经达到60%的等级，敌因有核武器的时刻是愈来愈近。美国甲以色列拢有对伊朗动武的准备。美军的B-2轰炸机已经进驻印度洋的基地，海军的舰队也向中东刷叮当对伊朗施压。不过，川普煞真有信心，认为伊朗落尾会同意直接和美国面对面谈判。They want to use an intermediary, and I believe the U.S. wanted direct talks. Would you still be willing to talk to them via an intermediary? I think it's better if we have direct talks. I think it goes faster. 对外新闻网指出，川普政府予伊朗2个月期限，同时间除了以武力施压，
阁有加重经济制裁，譬如讲对中国等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提悬进口关税50%，断掉伊朗的外汇来源。原来这个方法敢会有效果，有缘爱观察。公司新闻起家人朋友。来看国内消息，高雄曾竟然是有救护车去互头驶去，这代志阁是发生伫咧病院的门口口。救护车把这病人送到病院，医护人员当咧甲人送入急诊的时阵，就有一个查某人甲救护车驶走。这警方是伫咧10公里外抓着人。救护车换伊一直叫，一路对北高雄往高雄港方向一直开，只是当时开车的人毋是救护人员，而是偷开这个救护车驶出来的查某人。救护车尾出现伫高雄港区丰内二路，高雄港务警察抓到这查某人。这台救护车原先是停伫高雄荣总病院的急诊室门口，互偷开走了后，一路开10公里，尾也才用车掉。发现该部救护车的时候，该救护车已经停止驾驶的状态。那该名女性驾驶在驾驶座，那直接把她拉下车，当场进行逮捕。初5早起，这台救护车送一个病人到病院，因为对方病情真严重，车顶2个救护人员先把人送入去急诊室。病院外口出现一个查某人，先爬入去头前民间救护车，偷开车无成，转入挖滚消防局的救护车，发现车门无锁，锁匙也无摕起来，有是直接把车开走，前后也无到1分钟。由车顶有 GPS 定位，警方真紧就破案。也过查某人互抓到时情绪无稳定，警方也过在调查原因。会有一点小疏失啦。那过去我们的教育也有希望说，我们下车的时候能够将车停妥、熄火，那将钥匙拔除以后再来处理。但是因为基于这个病患的权益，可能这次做的比较急。高雄市消防局讲，送病人到病院一般会要求车爱先熄火，并且把锁匙摕起来。也过状况若是开急，也是救人优先。这摆当然是烦恼讲，病人先回急，才会有疏失，后续会进行调查。若是有疏失，也是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世界飞行场早日是有一个有证照的民众，在飞飞行线的时阵，无细日去交着手机，掉伫咧10公尺悬的半空中。这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是用2点钟才甲救落来，加载人是无安全。有了！下伫10公尺悬男子大力甲树木抛掉的，伫另外一个角度看，阁会当看到伊的飞行线。4号下晡，高雄这名55岁男子来到屏东赛车飞行场这场合法的场地来耍飞行线，但是毋知什么原因，飞行线甲人拢卡伫咧树冠顶。3点39分到达现场，接触民众初步研判民众意识清楚，无大碍立即驾绳协助脱困男子挂伫树顶大约2点钟，警消接到消息，出动12名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救人。男子无受伤，只是救援的过程当中，边仔树木嘛有可能是伤过大力，有一个灯器险险拍到男子。据我了解，上是个人因为想要借由山边的气流，然后去飞行，所以他有时候会靠着山边飞行。那因为他可能对地形的不熟悉，就会进入比较山凹的地方。场地总教练讲，这名玩家伊有合格的执照，会当家己来操作这飞行线。若是一般完全无经验的民众，即是需要教练来带。但是不管什么款的身份，拢会进行行前的安全相关教育训练。研判这名男子是因为对地形无熟，佮想要压低单边飞行线，才造成这个状况。公司新闻王刘婷丹、hen坤屏东报道。南投县的警察局信义分局为着山区的治安，出动900人清山查工寮啊，结果是抓到失联，也有过期无出境的移工22个人，甲因全部拢送去医院署。真侪警察趁暗时来到南投信义乡的山区工寮，趁厝内底人也袂好反应，直接冲入去厝内底抓人。好了，不要跑了！警方甲经房间搜查，直接甲锁起来房间门甲伊踢开。面床顶2个人惊到拢僵起，毋知要怎反应。警察，蹲下。刚才这个工寮，警方就查到8个失去联络甲入期的移工。南投县信义分局讲，因为辖区真宽，而且拢是山林，定着失去联络移工，互藏伫山区的工寮，并且协助稻草查，也阁有早起才爆发一团做犯罪工作，所以执行这摆清算行动。动员分局警力计155人次，逐一清查辖内各山区林道草公疗域100处，
共计查获外籍失联及逾期移工22人。为避免山区的工寮真侪收留失联移工，也是囤积稻草林木的所在，警方也会甲相关各司打伫工寮，提醒民众小心，唔当违法咯。特别制作相关刑责、检举宣导标语，张贴分送于各草公寮，避免乡亲触犯刑责。警方即摆所查到的违法移工有越南、印尼、泰国及国籍诊所以上移民署南投专群队做后续的查处，也继续追查涉嫌收容加介绍失联移工无偶集团。记者综合报道。大甲妈绕境，昨下晡彰化市人就吵，卫生局嘛趁机会宣导爱滋防治，佮邀请变种红叶去做阵。变装红叶热烈的舞蹈表演真摄人目，民众看甲目睭无长轮。2025年大甲妈绕境，预定4月初5要伫彰化南窑宫主驾。下晡时啊，妈祖銮桥也未到，市区已经开始一人阵。彰化县卫生局就来结合妈祖绕境，举办爱滋防治的宣传活动。今仔日咱非常的欢喜吼，来到遮参加这个活动，有等于有，啥物拢唔惊的活动。我是第一届看到变装皇后来家表演呐，蛮新奇的，然后增加那个热闹感呐，还蛮好的，很好推广，就是因为趁现在人潮多，就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可以筛检这件事情。但年妈祖绕境拢会袂少随乡的信众甲民众，彰化县卫生局趁这个机会举办爱滋防治的宣传活动，安排互动游戏，互民众了解爱滋防治正确观念，现场嘛有免费的爱滋体验。因为艾滋病吼，即马是其实有药通做治疗，食药了后，身躯拢无病毒，特别传染性。毋过上重要就是爱做筛检，所以阮特别利用这个机会吼，大家咧陪妈祖咧行路的时阵吼，迅速来做艾滋病筛检。卫生局表示，因5年前开始结合妈祖绕境举办爱滋防治的宣导，这5年来艾滋病体检比例嘛愈来愈悬，不少个案拢是早期就发现。除了透过体检守护家己的健康，卫生局嘛希望利用妈祖绕境带来人阵，会当互更较侪人了解艾滋病议题。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南何义堂这受惊这届科技是对清朝就开始，到即阵已经有730年的历史。这清明时啊去受惊信众是比平常时啊增加2成。庙头头前，侪人排队，等要互道长收惊。道长手夜笔替人压刷清水温，佮念咒语，用净水甲人辟邪转温。即阵清明连假，经过庙方统计，来人平常时加2成。多数是伫拜完年骨塔了后，来庙来求平安。最近伫台南巷仔内百年老庙何义堂，到今犹原坚持传统的收惊仪式。囡仔开始拢伫遮收，甲孙拢伫遮收。为什么要收？我咧惊着。我的囡仔若是有啥惊着，还是囡仔咧困啊，暗时会安远桥咧，拢出来遮受惊。啊，即个收了拢有差啦。起初先请神，吼啊，甚至若咧改运，就讲伊想啥物货，啊用一个本命替身，吼啊咧请神了后，咱爱甲伊制刷清净，清净了，咱嘛爱甲伊安本一个完成光彩。民众徛伫咧拜殿收惊时，才会布置有无共意涵，像涂骹是金神祖书设的永仪八卦灯，顶面有北神的八宝，佮有4只夜婆顶头牛，有祝福意义。这其实来自彩绘大师蔡楚如画。这间庙除了伫宗教仪式保留台湾民间信仰文化，嘛是一座彩绘艺术的宝库。阮的祖师吼，金山祖师王岩山吼，老道长伊迄阵创立的，就是用这2仪八卦。啊，还有8宝，吼啊，上面有9龙4象，还有12生肖，春夏秋冬。庙方讲，因为旧历拿初9、19、29日子来收惊的人特别多，不过时代变迁，收惊文化渐渐稀微。为了要让少年世代通明白这个内涵，何义堂近来结合在地文书团体办行托活动，对定发彩绘到体验收惊，因希望用较生活化的方式，把百年信仰文化继续传承落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变化。北部地区16度到24度，中部地区16度到28度，
南部地区18度到30度。东部地区17度到25度，外岛地区15度到25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平安顺心，再会。